军来了。烽火老爷，战事要起，兵丁复用，先人归家。咱们走。杨八总，敌情如何？卑职江林参见闵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如今四处都是烽火，哪儿先点的火？二里铺，那不是离城最近的哨吗？闵大人，是。别的哨呢？二里铺派斥候回城了吗？事发突然，城外所有的岗哨、务铺都音信全无，到现在还无一人回来。从远处火把数量来看，应不到100人之众。咱们若是全力出战，定能吃得下来。来人呐！哎，切不可鲁莽。今晚尤为夜深物密，这很有可能是西城之军。若是贸然出击，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那吴明义可就危险了。我看，先观望一二。不可，一定得迎战。去年冬宿冻死了很多牛羊，区区100来号人，更可能是来捞些吃的用的。两位大人，既然敌情未明，不如双管齐下，派一队精骑前去一探虚实，剩余兵力驻守吴明义。这样，不管敌人是劫掠还是袭城，都能灵活应对。轻装快马则击之，大军袭城则避之，可行。大人，江某愿领骠骑队往，一探敌情。免了！这帮莽军秋天来烧杀抢掳的时候，老子在县衙坐冷板凳。来人呐，大刀拿来！老子这回要亲自带队，活了糊了身子！老闵，你逞什么威风？县令要在此坐镇呢。如此胆小慎微的，不如温壶酒给我，好好看着，老子和关二爷比一比。江林、杨林，在。此地防务交由你2人统揽，大事儿听老黄的。哎，你别真就温酒去了，小事儿你和杨林自觉吧。守住城门，来一个贼人，剁一个。是。抽40个骠骑队精骑，随我出城。一腔血勇，还真以为我害他呀？江八总，请再指配一队弓箭手前往城墙上，闵大人出入也方便掩护。是。弓箭手预备！快，往哪里点？快点！这是虎油。仓库里面的火铳打不准，只能先这样将就了。这药子有铅丸和铁砂2种，有箭杆也是加固过的。希望能用得上这机会。李县令，稳住了，千万别松啊！随我杀贼！几队并队，给老子咬上去！多弄点手骑回来，哨子放亮点，遇到大队敌军就跑。敢问，可是县尊当面？
正是本官。你们队长呢？这罢了，敌情如何？你先跟我说来。禀仙尊，情况非常不好。二里铺失守之前，贼人已接连拔出好几处雾铺了。先是伪装成盗匪，诱惑咱们出来，然后就是一通围杀，最后还有轻骑拦截咱们的斥候。大人，这回他们精兵强将，一定不是来搜刮钱粮的。所图必是无名义啊！难怪刚才他们哪怕碰上老子的骠骑队，也令行禁止，丝毫不乱。上一次见到如此强敌，还是5年前贼军入寇，还真是让老黄说准了。大人，我等该当如何？请仙尊示下。收敛一下死伤者，随我退回城内。是。你等，找3个马快的，即刻出发向关内报信，请府中速派援兵。是。撤！不对，哥，你又骗我了。仙尊讨敌归来，快，准备开门迎接！且慢，情况不对，弓箭手警戒！全体给老子警戒！一起！江马总，你是宿将，咱们开不开门？仙尊生死未明，下属怎能不救？若是开门，被溃兵和贼人顺势破城，那就全完了。这样，我带几只长毛手出门接应，当时也留在城上指挥弓箭手。听我号令，更换火箭，快！这是真的玩命了！杨林，弓箭手准备！大人，愣着干嘛？赶快去叫大夫！仙尊，小子，智慧若定，让你当师爷屈才了，不错。江霸总也辛苦了。大人，这点小伤不打紧。这血颜色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啊？仙尊，外面到底什么情况？看这样子不可能只是劫掠了，一定是……不错，就是来抢城的。老子宰了那个小蛮子，踩到狗尾巴了，定会引来老蛮子不死不休。本县派去关内报信的已突围了，咱们就在此固守。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，大人，县令大人，大夫还没来吗？李县令大人，李县令，
看来这回是没退路了。哎，大夫怎么说？大夫将才把毒血放进，说是中了狼齿草的毒，性命能保，但战场厮杀耗气力，短时间怕是起不来了。真是个混人，简直就是个疯子！大人息怒。一线父母官不能统筹全局，徒成匹夫之勇。若非今日杨师爷指挥得当，加之火箭利器攻敌不易，老夫且看他怎么收场。卑职失职，卑职失职。可是之后查明，贼寇大部队在城外5里开外伐木造饭，应有数千人，看架势是明日就要攻城了。如今县尊大人不能离世，此战该如何应对？还请县城大人示下。杨师爷，有话但说便是。觉得黄某人文臣软妾，还不如那武夫呢，是不是？学生没这个意思，学生就是觉得，如今不能再咬文嚼字，同室操戈。敌人一心袭城，我们只能破釜沉舟，寻来一线生机啊！哼，我等职责是保境安民，一句破釜沉舟，就负得了这污名1万千民众性命了吗？江马总，来，你安排好军士，日夜值守，谨防敌寇夜袭，向城外派出斥候，收拢城外乡民，坚壁清野。是。侯巡检，在。今日之事，城中百姓必然察觉，保民心稳定，勿自乱阵脚是第一位。你立即率人在城中宵禁，凡有趁火打劫、偷盗抢劫者，散布谣言祸我军心者，军法从事。遵命。刘殿使，你去将大牢狱卒抽调一部分出来。然后通知各街各路保长、里长，抽选民壮在城门内抢挖陷马坑，布设拒马桩。战事一旦吃紧，这些民壮还可上城助战。记住，抽丁须以情理动之，不粗暴行事。是。王主簿，在，你坐守县衙，主持开仓。之后几日，确保贫户赈米不缺，军需粮食俱全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他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怎样，杨师爷？这城中百物安排的如何？学生受教了。打仗不只是刀砍剑拼，攻守也需先有一个安定的后方。只顾作战，不顾后勤，相当于没吃饱饭就和强敌打架。再勇敢，也是一拳就被撂倒了。可造之才啊！身居其位，应通盘考虑，顾全大局。你年少气盛的那股英雄劲儿，狂某好生羡慕。只是该如何审时度势，却是需要多多磨练，慢慢来。多谢黄县城教诲。哎，不必那么客气了。杨师爷之前的话，淡尽人事，不计天命，黄麒英一直牢记在心。哎呀，今次我这残烛是该燃一燃了。护佑着乌名驿的百姓，但行好事，不问前程。是啊，我杨林一直担心自己只剩2年寿命，可要是城破了，乌名驿得有多少百姓流泪洒血？看不见明天后天的太阳。学生杨林也愿尽一臂之力，请调民夫300，负责修筑防御，请黄县城允准。好。哥，幼娘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派些人在城外布设巨马，挖些壕坑，拖缓蒙军进攻速度。剩下的人再分2波，
一波去周边林中伐些大树，准备滚木；另一波去找些巨石作为雷石。杨师爷，怎么，可有难处？先不说这雷石滚木备好，起码得半个月。以现在的人力物力，能够在城外大举布设巨马都难，顶多挖些壕坑沟渠，已经是极限了呀。也是啊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那好，你们先去挖坑，剩下的我再想想。乌明义后方就是京师，天塌下来，我们也要守下去。是。幼娘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杨贤侄，马一场可有新消息？事后报来了，这次袭城的是北莽军伯颜猛的部族和2个附属部族，大致3000人马左右，大余都是精骑。之前100余人已然对付吃力，这回来了3000人。杨贤侄，你们安排好以后，就先随我去义城署吧，那里有部下守卫，犬子和小女也在帮些杂物，还算安全。我们就留在这儿，为守城出一分力，哪儿也不去。哎，我们这些粗人是出力管用，才在这儿守土有责。你俩，一个读书人，一个小姑娘，沙场上凑数还嫌碍事儿呢。碍事儿又如何？砧板上的鱼都且扑腾2下，我有手有脚，总能干点什么。哎，韩幼娘虽不能识文断字，但也知道，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血战，多少城破，多少人家遭了屠杀，流离失所。也就是因为唐莽军一路与亲人失散，现在莽军又来，凭什么你们还让我躲？不想乌明义的大家再体会和我一样的痛楚了。原来他是因为我没带上他才生气的。幼娘说得对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不需要躲着，更不需要保护，哪怕玉石俱焚，我也要留在这里，不让莽军的刀子落在百姓身上。幼娘，这次我们一起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哼，这话好。从成祖迁都至此，戎狄蛮夷虽骚乱不断，却未曾有主张南逃者。不过别担心，瞧那儿，虽然被城墙挡住了，但山上可是烽火通明，传往京城的800里加急已经在路上了。哎，等等，马大人，我们从这儿看不见烽火台，那莽军的探子哪怕上山，是不是也看不清城内的情况？当然了，要不然修城墙干嘛？我有办法。杨贤侄，哥，你可知这事儿有多大风险？这是在拿整个乌明义做赌注啊！只要合理利用资源，如此奇招并非没有可能。时间紧张，指望黄县城允准。本以为要花费很多口舌才能获得王家人的帮助，可刚听说是为了抵抗莽军，两兄弟二话没说，便答应了下来。王大和王二动员了其他商人，很快就满足了我的要求。此时无功无伤，每个人都是乌明义的战士。
皇军来了！备剑，备剑！各司其位，各司其职。哥，皇军来了！快，郑成头，快！爷，换笛子。是。爷，亮火油桶。是。快！黄县长，先前江民报来，敌人在伐木，原来不是为了生火造饭，而是在树林里造工程器械。他们还算好了城头弓箭的极限射程。这会是有备而来啊！那我们何尝不也是有备而迎之啊？火油，火把！杨师爷，守城之计是你设的，这古镇军心之言，当由你来说。啊！哥，我可能比大家多读几篇史书，但真的上战场。说实话，是头一回。我相信上苍家国这些话，大家听得不少了。但其实我知道，我们每个人今天站在这里，不过都是为了守护身后那些所爱之人。所以，我杨林想告诉大家，打赢这场仗是为了活下来。谁不让咱们好好活着，那咱们也不能让他好好活。等战事平息，咱们再阖家团圆，拿佳肴美酒。把好日子都补回来，击退莽军！莽军！剑前探了，城外有陷阱没有？部下率人整日监看，但诸人并无在城外大设陷阱的举动。哼，不过是派了些壮丁，挖了些陷沟罢了。两翼真旗，上！进攻！先登的上4个前程，成果之后3日不封刀。史书上说，北蒙攻城，马军散作沙，步军合作石。原来意思是，马弓分散开来做掩护火力。步军集中举盾，轮换往前推进，速度也太快了，怪不得这一沙一石成了弹珠的梦魇。放军！放军呢！放军！雕虫小技，不过如此。
必须被解决！快撤回来！看这架势，城门撑不了多久。真的能行吗？在古代战争，城门一破，基本就意味着攻城方胜利了。将领，是，听见，是。1、2，把烟点起来。1、2。听我号令，进城，杀人，抢钱！装神弄鬼，还给老子玩空城计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，带援军救场。我倒要看看几百号人能玩出什么花来！冲进门去，全城突厥！杨师爷，这可是我们乌明驿好多商人拆了好多闲置的屋子才凑够的。若在城外大举修筑陷阱，不仅人力、物力、时间都不够，还会被敌人的探子探知。那么我想，何不如将城外的防备只作为祸敌之计，另一边则是在城门内修筑个简易的瓮城，这样不仅不会被莽军察觉，也能节省资源，是最有效的办法。都让你们跑了！老火油，烧死他们！弓箭手，放箭！你死我亡，不可心软。杀！给我把他们都杀了！这是古代，别细想，别细想。按常理来说，冷兵器时代，伤亡率超过10%便足以导致作战体系崩溃。莽军冲在前面突击这批人，多半全是精锐。大人，撤！退了，大人！莽军他们退了！我们赢了！
烧饼，别饿着。哎，杨师爷，还愁什么呀？你的法子那么厉害，这些北马以为进城就能放火杀人，但没想到我们能几天给他们变出个瓮城。哼，我将才杀贼跟杀狗似的，嘿，痛快呀，痛快！杨师爷，这么可怕的场景，你是如何能视之无物的？哦，这四处骨骸啊！嗨，师爷到底是文人，我们当兵的，那不就是死人堆里打滚啊？哎呀，师爷你这么想，不是我杀贼，就是贼杀我，一刀砍下去，那也就跟屠户切猪似的，红的白的没什么大不了吧？别说了，哥。杨师爷，新卫时约莫杀贼350余，记下。剑支还有多少？约莫8200支。不够啊，不够。命城内将户务必挑灯赶工，备剑须得1万有余才算妥当。是。杨师爷辛苦了，多亏你提了此计，战果不错。如今敌损兵10之1/2，想必能拖延几日。攻守城池皆非一日之功，先歇息吧。啊，今天能守，明天也能守。我看有杨师爷这神机妙算呐，给他们半年也打不进咱这吴明义。好。先前人马都疲惫至此，他们哪还有人力在攻啊？难不成？糟了，黄县长，原来他们不只是一支部队，先前的只是先锋，怕是北莽此番人马不止3000啊！先应敌备战，城头备火油，弓箭手备火箭，干什么呢？警戒，警戒呀！大人，前面有咱们的百姓，北莽军抓了咱们的百姓，站在前面啊！快点！快点！哥，那些人里好像有杨家坪的村民。那些都是北莽军假扮的，只要他们进到射程之内，你们就给我放箭！来几个人，跟我去守城门。且慢，江八总，你干什么？那确实是咱们的乡亲啊！师爷，你清醒啊！谁想下这个令？我不知道伤天害理吗？要等他们到了城下，我们这点人如何守得住？到时候整个吴明义活不了一个。咱们站在这是为了守护儋州的子民，哪有为了救吴明义而要杀百姓的道理？杨师爷，莫气血上头。江陵虽草莽，所言却不差。不差？黄县长，你怎么也这样？这是人说的话吗？那就让莽军夺了城，压着咱的百姓一路进京。那京城未容，监镇中有百姓也得开门迎客。杨师爷，切莫因小失大。你忘了我的嘱咐，要审时度势，通盘考虑啊！他们的性命，每一个人的性命一点儿也不小。罢了，此城现在是本官坐镇，马林，我来担。幼娘，你干嘛去？哥，我要出城去救他们。等等。哥，风在往城外刮，正好。幼娘在这等着，哥有办法。切不可鲁莽！求你了，杨师爷，别犟了。黄县长、江八总，其实除了瓮城，我当时还有一计，此时或可一用，相信我。哥，我跟你一起。幼娘，乖，这次真的只能哥哥去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，我发誓去接就回。这些老弱病残走得太慢。没事，正好让城里的人好好体会一下什么叫恐惧。
什么玩意儿？大人恕罪，小人实在不知。我倒要看看这帮两脚羊还能搞出什么把戏！难不成是在城里打起大仗来了？不对呀，是个布球子，怎么还越来越大了呀？看什么看？你们好生攻城，再敢用一兵之计，老子就把你们！这样，上面还有人吧？师爷飞起来了！太神了！王大人，是不是见鬼了？师爷飞起来了！这孔明灯还能载人？爹娘，你知不知道，要是这孔明灯再大一点，连人都可以载上天去的。哥又骗我，人能上天，他不成神仙了吗？哥，原来是真的。成了，成了！不知道这样做会改写历史。哎，杨师爷，这些砖是用来修城的，我明白。可这皮革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哦，还有这布，您还让全浸上油，这不是糟蹋东西吗？嗨，一时半会儿给你解释不明白，还是成为第二个万户。不能这么想，永明，等我回来。这是什么法术？敌人会法术？什么东西？什么法术？赶紧给我把他射下来！射！快射！来呀，来射我呀！能射到我吗？给你来点小小的未来震撼。别跑了！法术！是我们的百姓，大人救救他们！快，弓箭手准备掩护！是。给我号令，随我出城，救人杀贼。太好了！哎，不是吧？怎么会漏气呢？太仓促了，没来得及充满气试一下。大人，那玩意儿是不是往下掉了？弓给我！大人好剑法！哎呦，是有危险，要掉下来了！师爷，完了！小姑娘，没事。小子，找死！我们快走！去救师爷！跟我走，回去救师爷。是。六娘。
把那家伙给搬出来。打一场。贤侄，来，怎么？天上风景怎么样啊？啊！对了，这几日一成熟可是聒噪的很呐。我那小女时时念叨着，不知贤侄你如何了呀？我怎么觉得？马一成。大人，城里丹朱军把门一关，继续做乌龟，还要儿郎们拿命去填，过城杀人更得诛心。城防要失守了。没想到黄某翻了半生破书，还有机会当着慷慨悲歌之士。干什么呢？大人，我们代表百姓们过来请愿，一同守城。这城破了，我们也活不了，不如拼了！对啊，活出这条命，也许还能有条活路。跟这群狗杂碎拼了！拼了！吴明义胜过败过，但从无一人退过。王大人，吴明义还真是没有一个孬种。与城池共存亡！与城池共存亡！好，同生共死，那便同生共死。